后来，安那总统蔡英文除了向罹难者的家属来致哀之外，嘛以个人的名义捐出着1个月薪水。总统透早参加着公开的场合，来表示讲，有袂少的人拢甲伊同款，感觉甘苦甲唔甘。昨天高雄发生大楼火警事故，造成严重的伤亡。我相信所有人都跟我一样，非常的难过、不舍。现在许多伤患还在医院救治，不论伤者或是罹难者的需求，我已经请我们行政团队务必全力协助，也尽快厘清灾害的原因。总统关心到火灾的后续，明仔载将会到高雄来探视到受伤的民众。除了总统捐出到1个月薪水之外，包括副总统赖清德、行政院长苏贞昌，嘛拢宣布要捐出到1个月薪水到高雄市的救助金的专户，要来协助受伤者甲罹难者的家属。